歡迎收睇 Android 中文資訊網。大家睇緊嘅呢就係一段 Galaxy S2 嘅 CM9 ROM 試用片段。CM9 係一個經過深度優化嘅 Android 4.0.3 ROM。大家可以睇到佢個 Android version 呢就係 4.0.3，亦都係最新嘅版本啦。而呢個 CyanogenMod 嘅 version 呢，亦都係脫離咗測試嘅階段啦，去到 90， 即係bug 比較少啦，系統穩定性較高啦，而且亦都可以滿足到大家嘅日常需要，可以每一日咁使用嘅。咁呢一個嘅 CM9 嘅90嘅版本呢，個功能上呢就比較齊全嘅。咁首先就講下個相機啦。佢個相機咧已經係支援到呢一個全景拍攝啦、影 movie 啦，同埋亦都係影相嘅。咁就大家可以見到咧，就係Android 4.0嘅公版界面啦，又係，而且已經係正常咁運作到㗎啦佢。咁就介紹下第二個功能啦，就係佢個瀏覽器啦。咁 CM9個瀏覽器咧就比較好嘅地方咧，就係佢已經支援到呢個 HTML5 啦。即係大家日常如果用手機上呢個 Gmail 嘅時候咧，就會發現佢碌落去嘅時候咧就碌唔到嘅。咁因為大家 Android 嘅手機咧就唔支援呢個 HTML5。咁但係如果大家用過 Android 嘅平板電腦咧，就會發現佢因為佢係支援 HTML5 啦，就可以拉動到右邊嘅mail 嘅位置。咁但係呢一個工作咧，亦都可以喺升級咗去 Android 4.0.3嘅 Galaxy S2 度運作到嘅，大家可以睇到咧，就可以好順暢咁拉到落去啦。咁就方便咗好多嘅。咁如果我想睇下某一個 mail 咧，就撳入去都可以。咁亦都可以支援到可以拉入邊嘅資料啦。咁另外咧，咁升級咗呢個 CM9 之後咧，佢就支援將個 User Agent 就轉去電腦嘅版本啦，就可以喺呢個 Advanced 嗰度揀 User Agent， 你可以見到有幾個俾你揀嘅，咁我就揀咗 Desktop 啦。另外啦，大家見到啱啱都可以開到 Full Screen 咧，其實就喺呢一度剔咗佢就 OK 嘅。咁呢個 Android 4.0.3嘅瀏覽器咧，就比以往個速度亦都快咗好多啦。總括咧嚟講咧，都係比以前嘅進步係比較大嘅。第三咧，可以介紹下佢個音樂界面啦。咁由於呢個 Android 4.0.3嘅 CM9 ROM 咧，暫時就未支援中文嘅顯示喺音樂界面入邊。咁大家見到中文嘅 album 咧，就會變咗係問號啦。咁其他嘅界面咧就冇乜驚喜咯，即係佢就未用到之前流出嘅4.0嘅音樂嘅界面啦，就用翻以往舊有嘅2.3 ROM 嘅界面。咁可以播一播歌咁睇下俾大家。界面就比較單調啦，冇乜新嘅元素加入咗落去。咁但係咧大家亦都可以透過安裝翻個 APK 檔案咧，就用翻我哋之前介紹過嘅有 3D 特效嘅音樂界面。咁最後啦，可以講下呢個 CM9 嘅ROM 咧，已經係打到電話㗎啦，亦都可以成功通訊到啦，就可以就咁打一個電話咧就可以過到去。咁而且咧，佢個 log provider 咧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咧，嗰個來電係喺邊一度打嚟嘅啦。如果係香港，佢就會打係 Hong Kong SAR 啦。但係如果係喺第啲國家打嚟咧，佢都會有顯示嘅。咁呢個就比較方便少少咯，又係。咁今次嘅試用片段咧就差唔多啦。咁大家就請繼續留意我哋嘅網站啦 ，Android 中文資訊網。咁我哋就即將咧會為大家提供呢個教學嘅文章同埋影片嘅，多謝大家收睇。